Hello， 大家好，又返到嚟 F Unit 嘅時間啦，我係 TC， 我係 Tiffany。今日我哋又講啲咩話題呢？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紹下呢個 F1 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女人啊 ，Hannah Smith。佢咧其實就係隸屬於 Red Bull 嘅，亦都係 Red Bull 最近點解可以攞到佳績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功臣嚟嘅，絕對係啊！女權主義喺 F1 抬頭啊！你話係咪啊 Tiff？ 至少係女性可以踏入 F1 界有翻啲 highlight 嘅人先啦。咁啊係，淨係男人咧，我覺得有時係 dry 嗰啲嘅。雖然咧，我都知道啲女車迷就係睇靚仔嘅啫。不過我哋都唔好離題住。咁啊，Hannah 嘅背景係點嘅咧 Tiff？咁其實咧 ，Hannah 咧佢本身就自己非常之中意汽車啦，或者係背後 engine 相關嘅嘢。咁所以咧，其實佢由細到大學習咧都係喺呢一方面嘅。咁 Hannah 自己本身咧就係畢業於劍橋大學啦。咁叻女㗎，劍橋係啊，而且咧佢係修讀呢個機械工程系嘅，無論 degree 定係 master 都係啊。哇，女仔讀到機械工程咧，真係唔簡單喎！喺劍橋讀喎，唔怪得知啦。咁跟住佢係去咗邊度咧？咁其實咧 ，Hannah 喺劍橋畢業之後咧，就以呢個優秀嘅畢業生身份咧，就加入咗 Red Bull 啊，就入咗去做呢個嘅見習策略工程師。咁其實咧就同佢而家做緊嘅嘢差唔多嘅啫。即係佢第一份工就喺 Red Bull 噶咯喎。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咧，佢又真係由細到大都非常知自己嘅理想究竟係啲咩啊，而佢嘅目標方向咧都非常之咁明確啊。我中意呢類型咧，通常都會成功，同埋咧都係從一而終啊。通常咧啲車手又好啦，或者裏邊嘅領導層啊 engineer 咧都會跳來跳去嘅每一隊。但係 Hannah 咧又真係咧喺 Red Bull 由盛到衰，由衰到盛咧，都一路不離不棄喎對車隊。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咧喺2009年加入嘅時候咧，咁啱咧就撞正係 Red Bull 啱啱開始崛起啦，咁所以咧佢喺學習一啲數據啊，或者學習點樣決策方面咧，都有一啲非常之好嘅 example 啊。咁但係當時嘅車隊咧，最主要係因為佢哋嘅基建研發啦非常之好，同埋當時嘅規例咧就令到唔同車隊之間個車嘅性能咧個差距都好大。咁所以當時嘅策略師嘅角色咧就係確保佢哋嘅賽事可以順利咁樣進行嘅。因為當時好似仲未有一個經費嘅上限噶嘛，係嘛？所以咧有錢車隊咧就絕對有優勢嘅，因為佢哋會可以有大量嘅資源去研發啦，同埋去做 testing 啦。但係跟住落嚟咧，成個趨勢就改變咯喎，係嘛 Tiffany？ 係啊，咁嗱，我哋 focus 翻喺 Hannah 度多少少先。咁其實 Hannah 當時咧係一個見習嘅身份去做啦。咁佢當時做嘅嘢咧，主要就係喺個電腦度模擬一個賽場上有機會發生嘅事啊。咁其實咧，一策略師咧喺比賽開始之前就已經係進行咗無數次嘅模擬啦，去令到佢哋喺賽場真係鬥緊車嘅時候咧，可以比較輕鬆咁樣面對一啲突發嘅情況，或者可以喺好短嘅時間內咧做到決策。咁 Hannah 咧當初喺 Red Bull 見習嘅時候咧，就已經不斷去做呢個模擬嘅角色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佢之後嘅路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經驗，令到佢而家可以咁成功啊！模擬真係得嘅咩？模擬好多嘢都預計唔到喎，成日覺得。雖然模擬咧就唔可以100% 預計到我哋嘅未來啦，但係咧基本上就將諗到嘅可行性咧都會 run 一次嘅，咁大致上咧都可以獲得到相應嘅資訊啦。咁啊，對於車隊嚟講咧，就起碼唔會手足無措，唔知點算先。即係為阿 Hannah 咧打下一個好好嘅基本功啦，係咪咁講啊？冇錯啊。咁跟住係點咧？跟住咧 Red Bull 嘅王朝咧就短暫咁樣停咗，就係因為2014年嘅時候咧 F1 再次改例啦，就打破咗呢個 Red Bull 嘅崛起啊。Red Bull 沉咗落去之後咧，Hannah 其實係 keep 住去學習更加多嘅知識啦，就而唔係成個人都沉咗喎。咁所以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佢就以呢個總策略工程師嘅身份咧，係繼續喺 Red Bull 度工作嘅。
即係有啲似係兜連升呢咁係嘛？冇錯啦。咁升咗呢之後點呢？升咗呢之後呢，其實喺2019年嘅賽事啊，就非常之多嘅突發情況啦。加上2019年咧 FIA 再改例之後呢，唔同車隊嘅車個性能差距呢就減少咗啊。咁策略師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因為佢哋咧唔再係淨係確保賽事可以順利咁樣進行，靠車嘅性能咧去贏得呢場比賽，而策略師咧更加係要製造機會去贏比賽啊！就例如突然間遇到 safety car 啦，突然間天氣差嘅時候，究竟係邊個 moment 入撇換胎咧？換咩胎咧？就係由策略師去決定嘅。就好似之前啱啱過去咗嗰一季，就係話因為木瓜隊冇跟其他隊去換胎，咪變咗輸咗嗰場。咁樣講咗咁耐啦，Hannah 幾時係第一次引人注目彈起嘅呢？其實佢第一次被封神咧，就係喺2019年嘅巴西大獎賽啦。當時咧就係 Bottas 撞咗車，咁有 safety car 出嚟啦，咁而 Hannah 咧就即刻 call 阿 Max 入去換胎，咁咧就令到佢最尾咧係贏得呢場大獎賽嘅。咁個時機都好重要嘅喎。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咧，策略師嘅身份咧，最緊要就係決定幾時 overcut 幾時 undercut 嘅。同埋最緊要乜嘢啊？我哋嘅 Super Max 會聽阿 Hannah 講嘛。你知啦，阿 Max 係火星人嚟噶嘛，佢諗法梗係同其他人唔同噶啦，同埋成隊 Red Bull 都會聽佢講噶嘛。通常都係有佢講就冇人講噶嘛。但係 Hannah 竟然可以同佢拍到，仲要講得掂佢，咁好明顯咧，其實 Hannah 啲功力咧都有咁上下喎，係嘛？冇錯啊！咁其實咧，Hannah 咧喺接住幾年嘅賽事入面咧，都 keep 住發揮咗佢重要嘅功能啊！咁令到咧阿 Max 喺好多場賽事咧都可以反超前獲得呢個 podium 嘅，令到我諗起咧，通常咧一啲日漫咧都會有一個英雄背後嘅輔助角色，通常都係女仔嚟嘅咁樣。冇錯啊！成件事咧就即刻令到我諗起咧高智能方程式 Cyber Formula， 唔知各位網友有冇睇啦？裏邊咧主角準人咧，佢個工程師咧唔知有冇記錯係咪工程師啦？就係一個女仔嚟嘅，名都唔記得咗啦。咁當然佢哋最後咧係成為咗一對情侶嘅。咁當然阿 Max 就冇同阿 Hannah 成為情侶啦，係咪？咁當然啦，亦都唔係好似 F1 對 movie 咁樣，係嘛？同個 Brad Pitt 搞埋一堆啦咁樣。雖然咧可能佢都想嘅，咁呢啲係後話啦，係咪？講翻佢先，我哋唔係個個女仔都係咁嘅，係嘛？冇錯，咁至於佢同阿 Max 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合作伙伴啦。咁其實咁多場賽事，咁多年嚟咧，佢哋都係合作無間啊。咁而 Hannah 咧都被封為呢個最強軍師啊，甚至咧喺大陸嘅網民車迷之中咧，就係佢哋戲稱為咧呢個諸葛漢啊，好似諸葛亮咁勁啊！咁犀利，諸葛亮添。係啊，同埋好似佢都有上頒獎台喎，時常佢都被係嘛覺得係功臣，就邀請埋上頒獎台就攞杯嘅喎，係嘛？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喺2019年巴西大獎賽咧，佢第一次封神嘅時候咧，佢都係有份企上呢個 podium 度攞獎，而且佢係第一位女工程師上 podium 㗎。咁犀利啊！哇，佢真係好多個第一個有。咁除咗巴西大獎賽之外，佢有邊幾場賽事係表現得出眾嘅咧？咁除咗19年第一次封神之外咧，咁喺22年嘅 Monaco 啦，同埋23年嘅 Silverstone 咧，佢都係作為一個非常之決定性嘅角色啊，令到車隊可以勝出嘅。咁去到啱啱上年2025年咧，卡塔爾大獎賽咧就更加唔使講啦。喺 safety car 一出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嗌阿 Max 入去，而麥拿倫對比起咧，佢冇入到 pit 咧，就好似成個傻仔咁嘛。絕對係啦，麥拿倫咧太高估自己啦，佢覺得架車冇問題啦，我哋都帶前啦，係咪咁講啊？仲要我哋識咁快，有時咧呢啲叫做一子錯就滿盤皆落索，係嘛？咁果然係諸葛漢拿喎嚇，果然係洞悉先機，厲害。係啊。咁咧，我自己覺得 Hannah 真係非常之厲害啦。咁佢由最開頭咧揀到一條非常之明確嘅道路，向住佢自己嘅理想進發。去到之後咧，不斷累積唔同嘅經驗咧，為呢個 Red Bull 車隊咧提出咗好多重要而且決定性嘅指令咧，令到車隊可以贏到咁多場比賽啊。咁
咁而我都喺網上見到咧，有啲網民咧戲稱就係、其實 Hannah 先係嗰個車手，而嗰架車咧就叫阿 Max。咁犀利？係啦，我又冇 buy 喎。不過點都好啦，其實阿 Max 咧就唔止 Hannah 一個女人嘅，其實咧佢仲有好多其他嘅女人嘅。如果大家想知道阿 Max 啊點樣連佢之前嘅隊友個老婆都搶埋咧，就可以睇熒幕上面嗰條片啦。佢唔止揸車勁，溝女原來都咁勁㗎喎。唔知大家平時睇 F1 咧，又會唔會有留意到 Hannah 呢個咁犀利嘅女人呢？如果有或者你有啲咩意見想分享嘅話，記得 comment 話我哋知啦。大家睇完呢條片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我係 TC，我係 Tiffany。